来，乡亲回头继续来看这个入冬以来上强的寒流到位，南部地区透早平均的温度只有11、2度，这是互习惯天气温暖的南部人，拢感受到这波寒流的威力。大家拢话讲，实在是用要袂堪哩咯，一透早拢想要啉烧的。结果一寡卖烧汤的无用试查，像卖这个鱼仔汤的、卖牛肉汤的、卖沙目鱼糜的，生意拢怣怣滚。 烧汤煮滚，旁边是亲家滚，真侪人会知影，就走来啉鱼仔汤。来，烧汤来啊！大人桌顶拢食一碗，因为天气是寒甲死阵，啉一碗烧汤，互规身躯烧就烧好。啊，寒食鱼仔汤啦，食鱼仔汤哦。那生理有较无？有啊，有，人家都爱食烧啊。若卖鱼仔汤，生理加遐够足劲。 新鲜的牛肉伫咧高汤内底烧一个，搁搁一碗烧汤，人可以食落饱，骹手别搁再顶起起。因为天气冷，对，想说喝一个热的，然后暖胃了哈。屏东卖鱼仔汤、牛肉汤的透早的生理是好甲变贵，来到台南看卖沙目鱼糜的。 头家娘的手不用试试，唔捌停过，人客一个接一个来，一碗沙目鱼糜配油食过，人客是食甲有够过劲。讲食一个烧，较袂遐冷，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。 食一碗烧汤，心情嘛对咧烧好。入冬上强寒流来，南部一透早的气温平均敢有11度、12度，互惯是小小天气的南部人，嘛感受到这摆寒流的威胁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